紧，就是快，就是紧，你莫激动好无？到底是咧吹啥啦？你袂歹，你搁知影什么时阵会使接话？无吼，啊，顶一集咧游乐园还袂讲了啊，想讲紧来讲了啊。我知影啊，问题是敢有需要遐尼着急？当然嘛爱，因为要换讲阮中华呢。哦，我昨顶礼拜就一直记条条。哦哟，好啦，你妈妈遐尼伤大细心，后面还有其他游乐园咧讲呢。讲一支长兼两空，阮中华较大空，无啦。啥话啊？无啦吼，迄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大细心嘛，坚持讲要对北部开始讲啊。敢有即个代志？敢无？无啦，你记毋着去啊啦。上好是啦吼，好啦，到底是要开始啊未？哎呀，要开始嘛，赶快爱来先开场，请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来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好，安尼中华就请咱的中华人来讲，请。多谢哦，你今日精神袂歹啊？讲到我逐工若像无困饱共款，你差不多啦。黑白讲迄是你好无？好啦，开始啦。我安怎困就困袂饱啊。我知啦。好，你是毋是拢你头讲我困？做伙困啊！看你还袂困精神啊，我嘛来困一下好啊。你安尼听众朋友误会，即两个人总算是困做伙。这伤刺激啊！咱是先困，毋是先困做伙。咱半暝才讲啦，嘿，先困到底啦吼。好，过来第12个，我应该讲第12个啊。第12个是台湾美术村，这是一个由文化来出发，结合历史、古迹、民俗、文化、教育、甲游乐、休闲等等真侪功能的游乐区哦。就伫咧阮中华花坛，即个什么大地？即个所在是八卦山风景区内底的迄景点之一。民俗村内底的建筑啊，还有就是一寡文物啊，还有其他的科学设施，甲台湾本土原生就是乡土的模样甲精神啊，就是以一个有组织、有系统的表现。对啊，即摆还有一寡就是观赏的活动，但是真侪人拢是去遐，就是着去遐拍戏。哦，因为遐拍对迄古装戏，古装的，就是优待遐啊。听众朋友敢真正听我咧讲啥？我听无。但是尾啊，1993年的时阵，就是因为创办人施善时伊伫2007年过身了后，因为经验无好，负债30亿，就去互法院拍卖安尼。即摆若像已经无开啊，就是若像敢若就收起来啊，收起来吼。就即摆敢若剩迄咧拍戏安尼尔。好，过来第13是相当辉煌，伫咧南投草屯。1989年12月24日开幕的相当会园内底有4区，第一区是神秘的东风区，神秘的东风区，有啥物大同世界啊，的中国造景啊，还有就是日本式的迄种。第二区是就是原始自然的景观，有啥物一线天、彩虹国，这名听起来那有小说会当伫遐拍安尼。第三区就是一寡迄种岩石，敢是安尼念？我嘛毋知。岩石，我来甲你翻译一下岩石安尼。第四区是罗曼蒂区的欧洲风格。哎哟，对，伊内底有啥物？就是一寡生活啊、艺术啊、建筑啊，甲起起来个号做阳光十字城。阳光十字城内底有12个青少年，无啦，我人讲。对，落尾就是吼，因为伊甲有一个备案有关系。备案，他刚刚听有哈。非得就是有案件啦。对，伊就是甲一个关系，伊就甲一个关系有关系啊，所以负责人去互就是判刑1档，缓刑3档，落尾就是1996年的时阵，就强制拆掉没收，怎来停业啊？伊即马92地当了，规个拍远去。听讲就是个会使，无老乱讲啊！听众朋友啊，莫黑白走去哦吼。过来第14个是天元组娱乐中心，伫咧云林，民国65年开幕，是云林迄当阵上有名游乐园哦。但是嘛是因为内部经营的关系，佮加上就是民国78年的时阵，迄当阵有一个集团
伊乌金的案件，这拢做惊念出来。你这安尼，这个稿你拢无甲我注意一下哦，去影响到因产权的问题，所以落尾伫咧民国85年的时阵就结束退出迄当阵的乐园。第15个是，这个就爱念华语，因为就是爱念伊的迄个广告。咱来去物质乐园，你有听过啊？我有听阮爸唱过，我嘛是听阮兜的人唱的啦。爸说有住的时阵就来去物质乐园，夭笑哦！咱拢细汉拢叫听迄大人安尼。这是伫咧台南安南区的一个游乐园，是南台湾第一座，就是讲啥物水上乐园的所在。伫1988年的时阵开幕，后来就是因为其他类型的乐园愈来愈济。尤其是渐渐无去啊，所以伫咧2002年的时阵，就讲伊即马休困。捌伫咧2003年的时阵讲又开放，但是本来嘛是人无够。即马已经改做一个公园啊。拄则就嘛讲嘛，咱已经处了，所以伊上重要迄句就已经结束啊。过来第16个是阿公店湖滨乐园。阿公店水库边啊，是真正是足水的。你敢有去过？你敢有去过阿公店？毋是迄个阿公店，你咧啥表情？你敢有去过阿公店水库啦？毋是迄漫画迄棒球迄。无啦，这个再讲，这可能会卡掉。我刚才去过石门水库啦。是哦，对，伊边仔就是风景真好，而且就是园区内底，伊这是私人经营的迄乐园哦，就是风景真好，但是伫咧迄民国78年的时阵啊，伊改名改做另外一个国际船，尾仔就已经休困了。内底你感觉网友去遐上济翕的相片是啥？毋知伫遐食冰甲罐头糕。罐头糕对啊，伫遐游乐园内底罐头糕。对啊，可能因着拄边仔迄物质的时阵走来罐头糕。我白讲2条光nghệ要甲唱做伙。好，我讲一半换你啊啦。换我好。第17间就是咱的布鲁乐国，布鲁乐国，乐国说国，乐国说国。你安尼讲，大家来听有啦。无我因为伊的名伤过特别，我毋知这个台语名怎发音。就该用唱的啊。布鲁乐谷，感谢你唱的，所谓游乐园我想袂起来，袂起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意思啊。布鲁乐谷安尼啦。嘿啦，就是布鲁乐谷。嘿，伊是伫咧高雄的前镇区。我看者伊是高雄第一个水上乐园。你毋是讲你有准备？你今日会讲较紧啊？嘿啊，我有看我看才知影要安怎讲啊。好，你看，紧看。水上乐园嘿，过来。高雄第一个哦。嘿，伊是伫咧2000年开幕的。对。就吸引真侪人去，甚至讲是北部的拢会落去南部去哦。北部毋想去阿贤乐园。阿贤去过，就会往去布鲁乐国啊。你是大声变去啊？我较细声者。就是就是伊的知名都袂输阿贤乐园啊。我知因那像有一个做大的水桶对袂？对，迄就是广告迄个大水桶。我来知，我看过广告，我拄则去查出。虽然讲是真热烈，无毋对，毋过因为耍水的拢是敢若伫咧热天开幕啊，所以冬天无游客无法度营运，就安尼收起来啊。2001年安尼15年前，嘿啊，15年前我细汉着我毋知啦。你有看广告啦？我知。我拄则有查资料啦。好，过来是。这嘛我袂晓讲，星星际码头科幻主题乐园。星际码头，你毋是讲你有看，你是讲你有看。我有看内容。你有讲一个星际码头科幻主题乐园。就歹念的。好，我已经念好啊，你继续。这乐园真特别，因为伊是伫咧饭店的地下室。是啊。嘿啊，伊是亚洲第一座3D 虚拟实景啊！虚拟实景技术做的一个室内啦，是咧讲啥？我这听众朋友啊，恁支持这集甲伊扣迄通告费的人举手啊！我会当讲我的台语无好，歹势。就是一个室内游乐园啦。对。目前嘛已经收起来啊。听讲以前会当去内底拍电动呢。
是哦，你拄仔是毋是有甲饭店的名念出来？无我无讲哦，我讲饭店的地下室。我刚惊着，因为听讲迄顶一集还是顶一集四龟哇，渡水的所在嘛是伫这家哦。对，好，过来后一间，过来爱讲到东部，嘿，总算来到东部啊。嘿啊，东部有一个上新花园，敢有上旧的？啥会叫上旧啊？有无你卡啊？阮这是古迹啊。啊无你家己开一间啦。我家己开一间哦，嘿啦，安尼会了钱呢？你看因这拢收起来，我感觉这钱拿了。哎，过来，好啦，反正伊就是伫咧宜兰的头城，啊有17公顷，17公顷，今日嘛有17公顷，啊三面环山啦。因为伊的地势较悬，所以会当看到宜兰平原、太平洋甲鼓山岛。哎哟，而且伊暗时佫会当听迄看天气的解说啦。内底有迄碰碰车、小火车、碰车，佫有一寡游乐设施啦。对，内底会当收花，会当露营，佫会当住在内底。是哦，尾后嘛是因为经营袂落，所以赶快收起来啊！我大家拢叫人要落去，佮叫我开，过来上尾一间啊，上尾一间啊！真诶，上尾一间，上尾一间是咱诶花莲诶东风夏威夷乐园。你错，你今日在哪啦？东风夏威夷游乐园，无。飞地就是咱东部台湾东。你是讲啥？不是台湾东部啦，破去啊，佮一个台湾东部。嘿啦，台湾东部第一座大型游乐园。对伊就是伫咧花莲市的边啊，所以有山有海，离迄火车头啊，拢真近安尼。是哦，花莲其实因为伊长了啊，其实伊要去个啥物环的迄个方向啊，其实拢足近的嘛是啦，对啊。内底有水墙啊，椰子树啊，佮有迄水上的行舟，什么意思？可能是甲越南迄有无水上市场安尼，会使过船那就对啊。嘿啦，对，当互你敢若出国共款。而且还有迄哦，佮有迄原住民文化村，对。有文化村，所以嘛有一寡歌舞的表演。对，毋过就是共款灵王风台，共款像嘛灵王风台，你莫会讲哦。就是头前嘛是有因为风台来，所以对，受到影响安尼啦。叫风台升灯啦，哇，听做名嘛扫过，就收起来啊。好，安尼20间总算是讲了啊。对啊，20间无简单呢。对啊，台湾遐尼细，你是讲咱讲20间无简单，还是讲起20间无简单？以早咱开20间啦，大坑就遐开啊侪间啊，同一个所在一直开啊。北部嘛有一堆，较早人一定四界拢会当去算。真诶，像咱即摆无，但是即摆大家拢出国啦。一定是因为尾后就是经济愈来愈好，大家开始去国外。不离个，因为即摆疫情诶关系，所以大家佫开始伫咧台湾佚佗啊啦。嘿啦，咱做回来拼经济，耍台湾。无毋对，台湾嘛是真好耍诶所在哦。大家出去佚佗诶时阵，爱记加讲台语哦。伫咧赛车诶时阵，爱记听阮诶 podcast 哦。无毋对，其实因若无听嘛，听无咱咧讲啥啦。咱伫遮呼吁，结果也拢无人听着啊。好啦，趁即个真伤心诶过程当中，咱要有一个真特别诶，第一个要分享诶，毋是一张批，是一个经验诶分享。因为咱顶间毋是有讲到海鲜馆，对吧？结果小编伫咧网络就看到一个妈妈，伊带因囝3个囡仔去环岛呢。3个哦，一个人带3个囡仔去环岛哦，好厉害。对，伊就是有去海鲜馆，所以我就真袂见笑，走去问迄妈妈讲，敢会当分享互大家听。结果这妈妈竟然同意安尼。哇，人真好哦。所以咱大家做回来听吼。好，安尼这互你念啦，好无？好，我来念。我去甲人记接，这批就互你念安尼，互你体验一下做妈妈的感觉。我无想咧，遮尔紧做妈妈，多谢你。你平常时咧照顾我即个囡仔啊，对吧？无，我感觉足忝的。算意思。好啦，要开始啊！开始。即个咧要分享的，毋是饭店，嘛毋是露营，是非常特别的体验。迄就是夜宿海参馆，嘛是阮即摆环岛上贵的一案。因为阮是想要订海底磅空，
啊，毋过伤深的所在拢爱白套装行程，所以计绍其实无俗。6岁以上都爱收甲大人共款的钱，啊，若是3岁以下，只要保险费100块就好。嘛是因为对6岁以上的囡仔收袂好，所以阮才会决定今年直接出发。即届的重头戏就是海参馆，原本想讲已经来过几礼拜啊，应该是普通，除了后场也无啥物特别的。结果活动的行程有够充实，为中昼12点半集合了后，一路到暗时10点半才有休喘的时间。因每一季拢有主题，阮即摆参加的是去看船湖的行程。阮家的囡仔头一回坐半潜艇是欢喜甲，阮的运气嘛真好，有看到海龟。听讲毋是逐回拢看有哦。可惜台湾的海甲国外海底世界也是有差。伫东南亚也是碧流的海底拢是五彩的景致，垦丁的海是较濛，色水嘛较少。后场的参观甲饲鱼仔嘛是真特别的体验。阮有看到真侪鱼仔囝，有咱原问大家讲这是啥物鱼，我真紧就回答出来，顺续会补一句讲这真好食哦，会当感受到伊的面若像3条线，哈哈。我印象上深的就是鲨鱼卵啊，因为鲨鱼的卵毋是圆圆一粒，是像挂靠动物效的感觉，而且佫带有一点仔金属光，有够特别。佫有倒头栽的水母，一开始大家佫掠准因是海草咧。暗时踅展馆嘛是一种真特别的体验，因为爱模拟自然环境，所以规个海参馆差不多是规片黑暗的状态，敢若剩大厅甲一寡人行大的廊道有一点仔灯光。阮对导览员用红光甲夜光，就发现讲暗时的海底世界有带荧光，有够水。嘛观赏到暗时海洋动物的作息，有发现一寡鱼仔嘛亲像暗光鸟。暗时啊，无爱困，一直咧遐冲来冲去。嘛有我上喜意的花园盘，暗时啊拢眯起来困啊。每一个导览之间有安排一寡 DIY 的活动，互阮通好休困。毋过因为囡仔伤过踏入啊，我本人根本无休困着。其实3岁以下只要100块，无啥物好考虑的。毋过整体来讲，我个人是感觉讲5岁以上的囡仔会较适合这个行程，因为3、4岁其实听无啥有。毋过对5岁囡仔来讲，其实大部分拢会当认真听导览员的介绍，而且海参馆的导览员拢真少年，阁真趣味。囡仔听了嘛会含阮讨论头拄听到的内容。我认为对因来讲，这就是上好的学习体验。总算是到困眠的时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团全部只有20外人参加尔。较互人意外的是，有带囡仔的竟然敢若阮，阁有另外一个家庭。其他拢是姊妹仔伴，也是男女朋友来的，嘛是因为人少，所以会当拣家己介意的位。毋过阮的运气无好，因为第一组先拣位的男女朋友，甲阮拣同一区，查甫的咧困，咕到有够大声。另外就是为着要保护海洋生物，基本上暗时是尽量莫用手机啊，而且嘛无充电的所在，爱家己准备行动电源。我咪伫棉被内用手机啊，有够热。虽然这回互人吵甲无法度困，但是有机会，阮阁想要参小白海岸困做伙。上尾想要互要体验的朋友一点仔建议，因为海参馆真大，洗身躯、便所拢毋是讲真方便，所以若是你搞叫阁兼便单阁行乌的，家己都要先斟酌一下，因为行到便所需要一段路，而且海参馆非常的大。真侪所在无开电火，其实有一点仔恐怖。需要坐推车的囡仔，推车真重要，因为囡仔到最后一定会无体力，爱人抱。需要泡牛奶的，会记哩保温罐也爱扎。洗衣的用品上好是家己准备，因为因提供的我感觉无好用。上重要的是，因为干那洗身躯的所在才有通充电，行动电源一定爱扎，因为一直翕相，手机啊真紧就无电啊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哇，趣味呢！我嘛是要去海参馆。嘿啊，而且这位妈妈写甲真详细呢，看甲我嘛就有兴趣的。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会当趁即马休热带囡仔去哦。嘿啊，嘿，即要到去困啊未？莫胡袂讲话啦！咱讲咱已经先困到底啊，无你去报名啊？但是大人毋是迄个钱呢。
毋是迄个钱啊，都认真趁钱啊，无咧。主管啊，你有听着啊？阮两个要休困啊，无要上班。我感觉其实一世人，就是以一世人去一摆来讲，即个钱伊有价值啦。嘿啦，我一世人嘛想要去带一间迄欢喜哦，万几箍呢了。好啦，好啦，啊。而且我感觉讲暑假会有较侪优惠的活动哦。对啦，啊，但是吼，千万吼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大家嘛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哦，防疫大家做好哦。一定爱，无毋对。而且因为7、8月风台有较侪，大家踮厝上安全啦。对啊，像咱今日录音的即工的透风落雨。哦，真诶，冰冰冰冰棒棒棒棒，来上班安尼，有够辛苦诶，艰苦啊，艰苦死，钱歹趁啦，主管啦。好，咱继续来聊后一张批哦嘿。第2张批是批号的尤妹妹写来的，这张批其实伫咧顶礼拜的时阵就写来啊，但是阮伫讲游乐园的时阵讲甲伤欢喜啊，结果就无念了。这张批真正是甲妹妹讲一下歹势哦嘿。好，即摆开始念批。黑白板你好，虽然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各种毕业旅行取消的心情，但是也是请大家豆豆听我讲。高中升3年以来，我上期待的代志就是毕业旅行。因为只要是毕业旅行，就会当去台湾本岛佚佗。而且听讲有真侪人想讲，阮朋友的囡仔毕业旅行一定是去离岛安尼。结果毋是哦，阮拢是去本岛佚佗。若是真正毕业旅行，搁要去离岛，安尼就变做阮是去离岛的离岛呢。去年9月份进前，阮就拢足期待，因为阮10月份就要出发。结果煞因为疫情一直延前，拖到5月份。上尾到毕业典礼拢举办了啊，嘛是无法度去。我真正是足期待会当甲同学伫咧房间用枕头大战，煞是即款可惜的结果。而且嘛想要甲大家分享，一般阮的毕业旅行有2种路线通选，是分做南部甲北部。我想可能是因为机场的关系，但是其实我嘛足期待讲会当有中部的路线。当初是看到行程的时阵，我就经南部，因为阮国校第一届去本岛的时阵。大家拢想讲要去台北，而且北部的路线都有一寡国校已经去过的所在。高中的学生一般拢会经南部，因为南部真侪所在看起来真好耍，像讲基利博物馆、十国文创园区等等，看起来拢足厉害。所以啊，我嘛是选南部路线的其中一个人。当初时小编来邀请我分享毕业旅行的时阵，是真正甲我错一着，因为我的毕业旅行都已经取消啊。这根本就是小编伫我的空喙下咽的迄种感觉。但是吼，这个小编讲话真正足趣味的。听伊甲我问的问题，我就知影讲大家一定真想要知影偏学的代志，所以上尾我才会决定讲要写批来。节目播出的时阵，花火节应该是结束啊。老年的人总算会当较减少一寡，因为偏学逐年4月份到6月份的时阵，真正拢是足侪人因为花火节的关系来阮遮。台湾的人全部拢走来偏学看烟火。看烟火的观音亭，人是钱甲10通通，所以我相信其他的朋友人应该大部分拢甲我同款，敢若会徛伫咧远远的所在来看，因为就连平常时买饭的时阵都爱排队，这个时阵吼真正完全无想要排队啦。好，等下我搁爱补习，就先写到这。大家若是有啥物其他朋友的代志想要知影，会当请小编来问我哦。我若是知影，我就会回答，我嘛会分享。多谢大家。嘛欢迎大家休热的时阵来陪我佚佗。虽然我即马无烟火啊啦，但是你会当来度假哦。希望大家拢平安。哇，原来陪学的囡仔伫小学生都会当坐飞轮机呢。真的，一定足心息的。我是大汉时阵才开始坐飞轮机的。哎哟，袂要紧啦，以后阁有机会啊。是啦，若无吼，即马出国倒来拢爱去用隔离呢。你毋是才打坐转来，大家拢知影你去陪学啊？那有啊，你死个搞到宣传哦？无啦，你家己都有写好无？根本就没我先宣传。哎哟，陪学就是我的毕业旅行啊！上顶讲我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！你看18岁要去18岁要去19岁。哦，所以你19岁了，搁要继续读啥？我拢嫌仔都无细字讲出来。哎哟，你当作听众朋友敢真正拢毋知？无要紧，其他的就拢寄伫仓库。我家己知影，我已经18岁就好啊。我真正是听袂落去。
那呢吼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个安尼哦，咱互相寄伫对方遐好无？啊，到底是几岁啦？哦，今仔日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好啊，你要安尼，基本上拢是要安尼笑就对啊啦。对啊，所以是要食无？要食无？要笑一下无？一定要食，一定要食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陪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哪有怪怪？你倒一工哪有无怪怪？咱即摆是一个歌唱节目。顶礼拜改节目啊，顶礼拜改节目。什么歌歌啊？即摆但是即礼拜无人点歌呢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？无人点歌，你唱啊，你上爱唱啊，互你唱，互你表现的机会。无人点歌，就毋知要唱啥吼。需要泡啉的，会记你保温罐啊，爱炸。搞一遍啊！需要泡啉的，会记你泡啉吧？泡啉袂使哦。你平时敢会讲泡啉？我要来去泡啉。天啦，上好安尼讲诶。好啦，一般阮的毕业旅行拢有录两种录。我食到你的嘴暖。我要偷偷甲你讲一个代志。好，你讲。我去骗的时阵啊，我都完全无信号呢。哈，无信号。我原本想讲要拍寒冬啊，搁翕一堆猫啊。我本来想做故事的，想讲有猫得当骗赞。结果我来讲完全无信号。哈，那样呢？阮朋友是伊就无代志。你又还是倒一间？可能是没有缘还没有运。不是，我是偶然运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想讲。因为大家咪拢知影讲，四界拢有嘛，山顶啥迄拢有对。大上济。对，我本来想讲朋友应该是无问题，结果竟然是即款结果。问题真大就对啊。所以我敢若囥伫即个所在偷偷讲互大家听。你甲恁朋友借网络啊？对但是去外口的时阵拢无信号啊，足烦的，而且足热啊，我真正是无想要摕手机出来，我拍着手。好啊，听众朋友，阮就讲了，阮大家拢伫咧 NG 囥一寡有诶，好听的 NG 啦，好听的 NG 哦，听到你弹着迄个朋友的时阵，千万毋通用，大家再会，拜拜。